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语实验所。伫影片开始进前，先甲大家提醒一下，会使拍开下骹的台语4C字幕，帮助理解影片要传达的意思。首先，先来自我介绍，我是王阿乐，王是我的本姓，乐代表身悬足悬。会号即个片名，是因为我甲厝内人，或者是甲朋友比起来，拢是身悬较悬的，定定互人叫阿乐的。接落来是关于频道的部分。为虾米我要创立即个频道呢？这是因为台语伫差不多即几十年来，并无对着现代化的脚步，致使足侪现代化的词类，并无有共识的台语讲法。所以我要来做一个试验，找出词类可能较适合的翻译。但我若是一支影片教20-30个词，绝对是无了甲要变过。所以我按算直接参与者的活动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新的词类，到时我较用我家己的方式翻译。若是观众朋友对我的翻法有任何的建议，拢会使留言甲我讨论。我相信安尼较会当互词类的使用伫自然的环境当中来竞争，互语言健康的发展。目前我较有咧接触的是一款号做方式战争的游戏。我按算用直播的方式，哪伊哪讲台语。伫即支影片的最后，我会放进前我家己试录的影片，互大家做一个参考。我想频道的小概就先到这。最后，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我即个频道的口号，也是我的座右铭：长夜无尽，总会天光。台语有咱，就袂紧张。希望咱伫学习台语、发展台语的旅途顶，会当互相帮忙、互相扶持。多谢大家。我看换我甲拍一波气球好啊。伊要白塔，还是长线？长线晓，还是无想要赢？那有可能。好紧。伊只是长线一时啊，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气球来啊！来，袂歹哦，安尼我无好手哦。来，夜婆硬手 ，OK。我即摆只要甲我即两个头守好掉，基本上我就赢。好，嘛这赢伫人长线，这无啥公平，毋过游戏就是安尼，呵呵。